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搁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衷心希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FOMC 声明稿的要点：第一，政策利率维持伫咧4.25到4.50无变，小连线五解按兵不动，符合市场料算。第二，投票分歧，理事沃勒、鲍曼主张降利息，是30外冬来头一届有2位理事投反对票。第三，通膨前景，无修改通膨言辞，表示通膨犹原伫咧一定程度上的偏悬。第四，经济前景，顶半年经济成长放慢，前景无确定性也阁伤悬。政策利率维持伫咧4.5块无变，小连线五解按兵不动，符合市场的料算。第二，投票分歧，理事沃勒、鲍曼主张降利息，是30外冬来头一届有2位理事投反对票。第三，通膨前景，无修改通膨言辞，表示通膨犹原伫咧一定程度上的偏悬。关税杀关一寡商品价销，通膨可能是短暂的，嘛有可能是长久的。合理的基本状况是，关税对通膨的影响是短暂的。毋过，关税转嫁到价销的速度可能比料想中较慢。通膨已经伫足大程度上接近2%的目标，服务业通膨当咧下降，商品通膨当咧压悬，核心通膨中有30%还是40%来自关税。第四，经济前景，顶半年经济成长放慢，前景无确定性也阁伤悬。过去几年消费者支出一直非常强，即马可能总算放假较慢啊。目前伫咧健康水准，信贷表现袂歹 ，GDP 甲Fed 的料想完全一致。毋过，因为进出口的波动，也是真歹解读经济成长的状况。消费者支出确定已经放慢，咱爱细理这个状况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